但是龙女也要先现男身才能成活。龙女8岁成活，那成活之前要先现男身呢。一般都说不关乎年纪性别，人出生，但是龙女8岁成活，为什么要先现男身再成活？哇，诗篇，你看，诗是老师的诗啊。
瓦斯的斯应该是老师的师啊，为什么都写成布施的施？老师的师啊，瓦斯片，请自己更正一下。我弄错了，笔误。
无相不实。一心造事法界，一心造事法界，迷念3000呢。33天，这是倒立天呢。四方是天王天，不对哦，是应该是下方。下方。33天是倒立天，是天王天的上方了。是天王天在山腰了。33天倒立天在山顶啊。西弥山山顶。是天王天在西弥山山腰。正报是身心呢，只有身而已吗？身心呢？易报环境呢？五蕴就是身心，那个事就是心，色受想行。不对，受想行识是心呐，色是身呐，
色受想行识就是身心无印，色受想行识是身心，色是身，受想行识是心。33天的四方改为下方，33天是倒立天，中间那一天是中天，四方各8个天，8是32，再加中间的一个天，有33天，又是异界6天的第2层天，倒立天，第4天王所住的天啊，民间称为天宫啊，玉皇上帝管的地方，为天住的地方啊。十法界，你看，实如是的，实如是，相性体力作，因缘果报，本末究竟。以前力作用表象，因直接条件缘，间接条件果，结果报，事实呈现在外的本末究竟。
阿含黄等，阿含改为一啊，黄等改为二，般若三，法华内判四五。我们华严最初三七日呢？那华严一啊，华严一，阿含二，华严一阿含二，黄等三，黄等四般若五，法华内判，是这样。华严最初三七日啊，阿含黄等八，阿含黄等八，22年般若探。这样，阿含黄等怎么样？黄等12，阿含8，阿含12，黄等8嘛，阿含12，黄等8，这样不对哦。华严最初三七日，阿含12，黄等8，22年般若探，法华内判，法华内判怎么样？最终呢？法华内判最终呢？这样50说法。皈依是道呢？神光为什么拜达摩？他知道万法归一，不知道依归何处啊？所以神光要拜达摩。你要名师指点呐。好像是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，如何做，做到什么程度呢？是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，如何做，做到什么程度？五重玄义，四明辩题，明中论用，有体有用啊。四明辩题，明中论用，教判。计了的计应该没有，一般都写人字旁的计啦，不是那个提手旁的计。华严最初三七日，阿含12，黄等8，是22年般若探，也有说般若经，法华内判，最后呢？圆满了。法华内判，然后3个字不晓得是哪3个。
最后涅槃。善财童子53参，善财就是在讲你我。天台宗一心三观，空中观中观假观。这道教的，先